2026年100貪狼星飛臨中宮，吉中大凶，健康情感隱憂暗藏，如何催旺財氣，化解煞氣？2026年100貪狼星飛臨中宮，與原局的五黃煞星同宮，由於100屬水，五黃屬土，形成土克水局勢，產生一五子鬼身傷之象。呢一年中宮位的能量吉中大凶，既有旺人緣與桃花之效，也潛藏健康和情感方面的隱憂。吉旺區域：客廳、辦公室大門、辦公桌，在此方位擺放金色物品，如金銀器物品、金黃色地毯等，不僅能改善人際關係，還能增強投資運、副業收入等非固定收入，在馬年增添偏財、橫財、升遷嘅機會。注意，必須保持中央乾淨整潔，避免堆積雜物，確保財氣流通無阻。另外，中央方位風水佈置招偏財物品時，可選擇開光貔貅、金蠶或五帝錢等傳統招財物品。